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，耶利米书第3章第1节到第5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18节到2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无中心。咱时常在提到讲，基督徒的信仰，迄个基础是伫约的基础顶悬，也是讲咱用旧约甲新约即个圣经是即两个约合做一本一个信仰基础。约是双方面的约定，誓约是双方面需要真坚守彼此的约。圣经时常用这种夫妇的关系来譬喻上帝甲人的关系。旧约是安尼，新约嘛是安尼来譬喻。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内底用婚姻来讲到我去。我原来是要去为着恁避难所在，必然佫倒转来接恁。然后伊佫用10个童女即个新郎来的比喻来譬如讲基督佫来的代志。保罗也非常清楚提到基督是教会的头，是基督徒的丈夫。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21节到25节，安尼讲：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服，做妇人人的，着亲像顺服主安尼来顺服丈夫。因为丈夫是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本身是教会伊的身躯的救主。亲像教会顺服基督，做妇人人应该嘛着事事来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，为着教会来牺牲家己。这是非常清楚的教导。丈夫对太太应该着安尼，亲像基督对伫教会、对伫基督徒共款，必须爱有忠心。耶利米书第3章第1节到第3节，先知非常清楚来对以色列人提出批判。伊讲：上主讲，如果恁丈夫休恁的某离开伊，甲别人结婚，伊怎样佫通接伊倒转来呢？伊若安尼做就是安尼来甲伊即个土地来污染。但是以色列恁甲遐个情浓私奔，现在却想要倒转来找我吗？举目看遐个山头，你会通找到一片你无被卖淫的即个土地吗？你伫路边听候情浓，好若亲像阿拉伯人秘伫个旷野，咧等着即个腊米共款。你惊奸淫、剥垃圾即个土地，所以才会露水袂降落，春雨袂落。你的面一副惊奸淫的相，你竟然无感觉见笑。以色列人一方面违背誓约，却一方面要求上帝的永稳。咱会通讲因是得寸进尺，也会通讲因是软土深骨。耶利米先知又搁安尼来提起。以色列现在你对我讲，你是我的老爸，我对细汉的时你就疼我。
你袂话一直对我受气，久长来愤怒。这是你讲的话，但是你要求一意孤行，做尽歹代。其实约呼调决志是人家己甲上帝的关系，也好若亲像新娘甲新郎的誓约，这是无有人会通勉强，也无有人会通代替。使徒行传第8章18节到24节，出现一位真特殊的人物，伊的名叫做西门。圣经讲伊是心术不正的人啦对伊来讲呢，上帝恩典也是讲咱讲恩赐，只不过是一种谋取家己福利的一个方式。伊并毋是信仰，也毋是呼召。誓约对伊来讲也无重要。伊所伫意的是要安怎透过这个恩赐来得到家己的福利，也是讲互落地啊爸爸。即种的行为，咱称伊做宗教敛财。其实即种的事也不止发生伫今仔日的经文的记载，也发生伫现代真济的民间宗教庙宇、坛，甚至有一寡和尚、尼姑。其实还阁有一寡真拗讲的牧师信众。因就好若亲像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所记载这个西门同款。圣经安尼讲，西门看见使徒所还手的人拢得到圣神，就摕钱互使徒，讲：请将这个亏力也互我，互我替什么人还手，什么人就领受着圣神。这个就是一个甲恩赐看做是一个会通得到利益的一种的心态。如果上帝的仆人是安尼的无忠心，亲像彼得早也已经安尼讲过，因甲这个西门讲：你甲你的金钱做一个灭宝吧。你竟然孝想会通用钱来买上帝的恩赐，你伫阮的工作顶悬无有份，因为伫上帝面头前，你的心术不正，所以你着爱悔改，离弃杀者的邪恶，祈求主赦免你心中即种的意念。我看出你当咧困食极度的苦果，做的忧愁。像即种的无忠心，就好若亲像圣经顶间所讲的，伫这个婚姻顶悬无忠实一样。因无遵守承诺，无遵守誓约，甲这个约定呢当作滚算笑。其实这毋是基督徒信仰的标准，也是应该做的代志。基督徒应该爱看重誓约，忠心伫家己的决志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咱要做伙来读诗篇36篇第5节到第10节。上主啊，你的慈爱悬甲拄天。你的信实到伫穹苍，你的公义亲像极悬的山，你的判断亲像深渊。上主啊，人甲精生，你拢眷顾伊。上帝啊，你的慈爱遐尼宝贵，世间人拢来避伫你实骨的保护的下面。因要伫你的厝享受丰富的宴席，你要互因啉你快乐的河水，因为活命的源头在伫你。
对你的光，愿看见光。愿你继续喜乐慈爱，互捌你的人；喜乐公义，互心内正直的人。恳求上帝赦免咱的过错，求你用慈爱来赦免咱。咱时常伫生活顶悬，因为软弱来离开，用家己的意思来得罪主。求主你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救恩的光，对你的旨意来行，甲你立约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感谢主，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